嗱，屬雞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算係相當唔錯喎，因為我哋有好多吉星照住，包括住太陰星、紅鸞星同埋天月星。太陰係女性嘅貴人星嚟㗎，本身亦係一個財星，不過呢個財星咧就唔係太急進嘅，所謂財不入急門啦。而太陰呢個女性嘅貴人星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如果你做一啲同女性有關嘅生意，譬如一啲美容生意啊，或者女士服裝，今年可以話係財源滾滾嘅喎。另外仲有紅鸞星啦，紅鸞顧名思義就係一個桃花星，同埋拉埋天窗，今年係可以一個結婚嘅年份。但係結咗婚嘅朋友就唔好對人太熱情啦，因為咧係容易引發三角關係嘅年份嚟㗎。屬雞嘅男仔，如果你仲係單身嘅話咧，今年咧係可以遇上合適嘅對象嘅機會係好高㗎。但係太陰呢個星咧係代表年紀大少少嘅女仔，如果你唔介意姊弟戀，呢段感情係可以開始嘅。另外仲有天月貴人星，喺事業上，如果你做一啲見人工作嘅，的而且確係一個唔錯嘅年份嚟嘅。咁至於空星有貫索星係金錢瓜葛啊，所以今年如果投資又或者同人合作嘅話咧，記得數目要清楚啲啊。